收看福气来咧，我係立榮。今日啦，我分享馬介內啦，大家分享2017年台灣演唱流行音樂大獎哦，大家都啲8年嘅世界比賽咧。韓國啊，大家啲麼？呢個福氣咧，真嘅非常介入福氣哦。3屆主持人啲輩都是2屆得到呢個佳作哦，係咪當強啊？所以今日應該啲啲片可能咪會當入福氣，馬也是錯啲改片，本期條接受訪問了。好，所以非常恭喜佢哋，莎莎格格的分享，你今日應該來賓，首先我分享嘅第一屆來賓啊，係你講嘅主持人，韓國講嘅音樂人 Rita 林玉婷分享。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Rita 林玉婷，當入福氣來上福氣來節目，同大家分享我嘅創作。分享 Rita， 頭先我經講講，是認為你阿爸嘅作品係按照先來講係嘛？好，該等下時麻煩你哦，你少改了咗嘅作品了。好，然後咧，你個分享嘅係隻團隊啲輩都當重要嘅人，大家都非常嘅熟悉，嘅係當好食東西嘅阿權妹，韓國唱歌咪當好聽嘅阿權妹，佢根本也咪大類佢嘅合作人王國寧分享哦，分享農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，今日當歡喜用歌手嘅身份同大家見面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郭寧。好，今日我來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《天邊太忙》。分享3屆裏頭，N 屆節目地圖，真嘅 N 屆節目地圖，基本有3屆主持人係冇，通幕會嘅。係啦，都歡喜。其實有啲嘅緊張，因為學者是做啲改變，基本幸福冇強容嚟係冇，唔係主持人嘅幸福裏頭節目地圖係只音樂人嘅感覺。咁我就開始嚟 cue 一下國寧，剛應該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，對不對？有一點小放空。他剛剛是在放空的狀態。國寧其實第一次來到我們福氣來了節目裡面，所以你自己是客家人嗎？聽說你原本以為你自己不是客家人，但特地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，就特地打電話問了一下媽媽，是不是？對，因為從小其實有聽媽媽和阿嬤都是用客語在溝通，都是用客語。對，所以小時候一直聽就聽得懂一些這樣子。哦，所以你們家是梅縣的客家人。對，媽媽那邊。那這樣我們同鄉哎，其實你們節目同鄉是某一你老公客家話語堂也是，堂也是，中國還可以。節目你是繞場一強下來講下的哦。下一次。Sorry， 你可惜啊，所以恭喜3屆人要得到你個演唱嘅佳作，恭喜！韓國其實你看該那個直播的時候，直播嘅時間，韓國大家啲電視機跳車咪都得看得到你個當精彩嘅比賽嘅內容。唔過啊，其實得獎嘅時間冇乜嘅時間，本意就分享得獎嘅概念係冇，所以基本意思係先繞場你個 Rita， 得獎嘅時間就乜嘅時候感謝概念冇。首先呢條歌曲係我自己寫詞寫曲啦嚇，因為知道生活當中是當到係靈感，本大家本愛做得透過生活。寫條歌曲，當然做得環境新鮮呢條歌曲，我係非常感謝我嘅樂團，新橋台後生樂團，韓國有多個屆，我哋有音樂黨嘅好朋友，我哋強下來練團，強下來呢條歌曲環境嘅編曲，從演出來，韓國大家啲溝通音樂想法嘅時節，其實呢係一種當好嘅交流，我咪知道講音樂是按樣音搞。越搞越好搞，所以呢套歌曲是非常感謝所有參與，無論係創作、編曲、演出嘅人，我都知道，佢哋每聲音都當重要，因為有大家嘅介入，讓做啲新鮮完整嘅音樂本係個聽。唔錯，其實係因為我哋啲3橋台後生樂團係非常有名，韓國非常專業嘅樂團哦。其實啲啲輩都啊，平時。僅僅維持到你們已經非常的專業了，所以其實對你們的音樂也會有所期待，對不對？所以這次得到佳作已經很厲害了，恭喜你！對，特生嘅比賽是講耶，我打聽咩？耶，我拿到天然獎金，唔過當然其實我是想講嚇藝術嘅東西、音樂嘅東西，拿來評比，可能你咪講某一家當公正嘅標準，唔過呢，我想我哋做嘅係我哋喜歡嘅音樂嚇。從我哋喜歡嘅歌，
各位用的好好表演俾大家看，因为伫舞台上的表演，我咪就当重要啦。当然，我到了解得到驾照，代表讲，可能乐团也系国家整体方面，为了喺呢做得技术努力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也係講，第二我當然要喺那新嘅想法，你咪做得再多一點指導，因為特別去參加一隻活動，無論係表演係比賽咩好，我除咗都要當到新嘅觸擊，也係講透過品心幾多嘅鼓勵，也係講幾多嘅看法，幾多嘅角度，嚇做得本來都有當好嘅建議。譬如講有人知道講新舊聽樂團嘅研究嘅樂團也係講。特色樂手都係按專業嗬，喺咩舞台當做得樣板，嚇那好，嚇可能老新人嘅要求對新人嘅要求冇強弱。不過上次嘅時候講哪有愛用呢？我都要求按個，不過兩面我都要用係，表示講大家要注意我哋，你表示講我哋樂團做得要喺那太進步嘅空間，所以無論哪一方面看是好嘅啦。希望為了有機會做那道天也係種嘅，問大家係冇。Rita 嘅阿豆嘅編制，規個就係當完整。第一台檔應該可以問國寧，就是 Rita 他們在演出的時候，他們其實在台上的編制非常的完整，故作看起來就非常精彩。真嘅係專業嘅團隊，啲台大下看到就是哇，好強哦！真嘅係容易。不過其實從 Rita 頭先講嘅，其實咧仲個比賽係本自家一隻機會，韓國自家一隻簡單下幸福嘅一隻方式啦。不過 Rita 從因參加到差唔多4擺啦，係冇？呢一擺係唔係？下變輕鬆咧，唔會喊下緊張咧。我知道有誒，可能經驗唔啲樣辦兩條歌曲有下，可能佢未做得講幾下點子，佢貴張樂團嘅表現方式下 jazz 嘅方式，其實我就係用沒有下變輕鬆嘅心情啦，嗬。不過可能平時未似我講，我哋就喊人熱情，呢係。特色音樂強嘅面相啦，不過我知道，係講透過了舞台做得了前當然分享嘅啲音樂，解是當好，所以就啱想嘅事些，下唔會留見那做來看比賽，下唔會有比較嘅心，係下都係講好好唱出自己嘅歌，好，我想用扮演唱，我想係從用扮演嘅歌上。傳統用扮演嘅音樂本體家彈，係單純嘅心情。冇錯，不過我會愛用英文寫，因為阿權會偷偷讓你來分享寫啲氣度蛋糕，會公布該名次該時間，其實會同該聽眾係冇啦。其實唔單唱啲台當好，愛公布名單嘅時間、名次嘅時間當然咯。其實我一開始上台以前，我從前一日彩排嘅時間，我就幾緊張緊張。係咩水唔踢咧？當叫冇按用比賽。因為咩當叫其實冇唱過嘅，主持當叫嘅，當叫冇唱過。故種藝見到嘅台當個嘅心肝，即係係表到藝自家上講，係乜地下昏倒喎？真係其實當當強，佢講佢非常嘅緊張，看唔出來係冇。佢哋台當時嘅表現都當好，當穩，當穩，佢老幾嘅緊張填表睇咧。我跟住填表題都忘記了。不過呢一擺容為要呢一隻嘅機會都參加咯，係唔係得獎嘅感言？啲輩都係貼片都感謝國寧好強你。聽錯愛感謝我嘅好夥伴，我一定要感謝國寧。用慢講咯，因為其實下個月也就算係我嘅夢想，一切都啲我嘅成功度呢。我啲高中嘅時間，貴中高中，我就會開始唱歌啊，下啲會詞啊，就是想要當文青嘅概念。唔過一切就冇做成功，因為就冇喊，韓國有冇嘅形式。冇朋友就得讓你編曲啊，韓國彈出來。這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，那是一個很大的理由。安尼。都厲害了，想出來寫你蠻容易啦。迄個你要寫歌曲，紅就會用盡方法，將來就要寫歌嗬。有一個我唱歌就用盡方法以後。其他有型嘅作品。好啦，讓長樂 Rita 是走在等下是溜天法咧，以後下個是打電話俾 Rita。真嘅，嗰陣我就當感謝國寧邀請我來參加一擺嘅比賽，本來有機會做得下次，就像本來嘅想法下到一條歌曲底度。所以國寧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很想要特別感謝的？要特別感謝依晴嗎？幫你完整的詮釋了這首歌。當然，除了感謝評審、主辦，還有
亲友团来加油之外，当然我也要感谢就是怡晴，因为没有他的话，我今天也不会去报名原创比赛。对。不过，我谈讲你要为报名汉语嘅比赛，因为了解嘅演从当然都係強融入演出面，韓國漢語、韓國河洛話，係冇了3種。咁講呢啲融為讀到漢語，從呢係就當好笑嘅故事係冇。這其實好笑，因為嗰時幾條歌曲，我就問佢講，我就說國寧怎麼跟你想來報名客語組，然後佢就講哦，因為嘅原住民族係冇熟識嘅朋友，韓國嘅好老發嘅唔啲係咪嘅發，然後我就說好老發，你知道你要講什麼？你要在講台語嗎？然後他就說什麼？河洛話、河洛語組就是閩南語啦，所以是一個意外就對了，對吧？我沒有說錯吧？就是孤陋寡聞。咁嗰啲每隻幾乎啊，做啲繞牆到韓國來到嘅韓拿到嘅客家係後生人進來做客家嘅節目，所以啊，等家下進到呢個節目地圖啊，是繞牆到3個人強下來唱，你一擺地將佢做偏心愛講韓國甜餅甜嘛，所以等家下進到節目地圖咯。講講，佢走啲乜嘅地方？今日來了風風嘅熱鬧，點情嘅大地，你心講講，佢用啲乜嘅地方？今日來了風風嘅熱鬧，點情嘅大地。你講生命阿母係最定下，你講天空燦爛係最想念，你講不吵不鬧笑笑係最快樂，你講匆匆糾結煩惱係最幸福。夜空講講，佢走啲乜嘅地方？走啲來了風風嘅熱鬧，點情嘅大地，你心講講，佢用啲乜嘅地方？用啲來了風風嘅熱鬧，點情嘅大地。哇！頭先大家聽到嘅係 Rita 嘅心愛講講，其實副廠嘅單純呢一擺係用鋼琴，韓國你自家嘅聲音 vocal 嘅呈現嘅方式，其實到比賽該用是嘅輕輕冇嘛嘅強融係冇。咁講緊想了解嘅係呢一個心愛講講，聽起到係副廠嘅甜情嘅感覺，形容版來創作出呢一首嘅歌曲咯。呢套歌曲該攏是寫真正係佇當點情的環境下的吼，該有因為佇熱講娃娃、熱講人人的時節吼，愛從聲音呢，讓愛欣賞強下牽手去沙溪地圖散步，其實那年伊只像錄像帶那樣嘅，其實ang小款的，吼，像迄啲簽有熱鬧麼，有乜個社衝啊麼，吼，聲音ang動彈水ang搞，後來我知道講哇，佢ang肯定音聲，叫講啊，媽媽你看有熱講有聲哦，我唱我可能佢ang該時間我唱動幸福，那是一種單純的寧靜。我像愛用音是係應講寧靜致遠，應該係咁感覺吼。一步一步愛用音行的，係咯，我知道我要記錄呢時間，我是一篇底下上的呢情景，我要顯露出來，係咯，全部卡我當交流呢條歌曲寫好，
嘿，我一篇写的时节，我并未想到讲係講大生日咯，成日呢，也係講老屋企人、老嘅朋友，也係對待呢兩片土地都做得單純、善良。電影寫該有幾好咧，所以我寫嚟心會這樣講。其實你個名係水梅樣案嘅啦，我全部寫好咧，我是講嚇，唔對，愛埋個名嘅，按個名當重要。係咯，我是想到，其實我有一粒當單純嘅心，我其實我冇特別愛追求乜嘅，我是希望講生活當中該種嘅幸福，相信應該係平凡，又係講健康、安樂，所以我是按照心嚟這樣講。是從佢歌詞地圖講到，佢講原講這樣找啲哪位？原來從裏邊是講哦，原來佢係找啲咧來來往往嘅人，然後咧點錢嚟睇睇，是係安利，咧你哋心要用啲哪位？你強要用啲安利人同活落土地好，所以希望聽到呢條歌曲嘅人，咪做得有安嘅感受，你嘅眼光做得看到咧大自然嘅創造。你是會去到滿足，你就得讓人和善的相處，你是會去到幸福。係冇錯，其實同Rita挑戰，安樣嘅分享，安樣嘅情形，其實係非常嘅不用輕鬆，還個非常嘅幸福。其實冇嘛嘅大起大落，但是平常就在這樣子的情況下生活，其實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。但是平常時可能會有吵吵鬧鬧啊，都會挑戰到可能，你是冇可能講乜嘅是順啦哈。不過是因為安樣。你會很難靜下，該種種簡單的你好。那呢條歌曲啲參加比賽時節，佢就先前係有叫聲音、錄聲音嚟推動，嗬，有薩松小號，佢就編輯這個有管樂上，本機就得詞語嘅發揮，即興嘅部分。是從佢哋用佢哋嘅樂器、佢哋嘅音樂來表達佢哋對呢條歌曲嘅想法。其實是一種非常爵士休閒的一個感覺，對不對？呢個係下 jazz 嘅感覺。係，所以阿權妹喺個觀念係提起擺堂度嘛。係，比賽時節提擺堂度。哦，所以你起到係非常嘅嘛嘅感覺。其實我放鬆嘅感覺。係，我一聽到 Rita 佢唱，我就知道，呀，就係 Rita 佢本人嘅感覺。就係第一個，就是很溫柔，都溫柔，韓國撒哈拉覺得很溫暖，本人一種很正面的感覺。聽到就知道，心情濃厚。唔管係比賽時節用時嘅編制，也係講家下動腔冇強融嘅感覺。對，唔過強融嘅方式，也就是 Rita 嘅歌曲，本人一種很溫暖的感覺。真的，現在在示愛就對了。誕生，我也是可以很澎湃。對，呢條歌曲表演很有愛的感覺，然後再加上家下佢講嘅，因為動動樂器腔下，大家就腔下啲呀音樂地度，腔下有一種腔下鬧捏嘅感覺，對，所以我很喜歡。係，然後阿權妹應該認為呢條的演唱嘅比賽當中，其實是係一把吉他跟聲音就出發了。其實你睇到挑戰嘅比賽嘅團隊，其實都係非常嘅大編制的。你們當下會不會覺得非常嘅緊張？其實還是有一點點，多少會，對，多少還是會。對啊，但是我們後來就想講，因為亞洲歌曲其實它也是走一個有一點點哀傷，有一些些嘞，心法，對，就是走內心戲的感覺。對，有一些嘞，他是想的這種呢喃，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子比較不插電的方式，用安用嘅方式去呈現。不過我每當後期就是非常的好奇，就是為什麼我們就覺得 Rita 係非常無限嘅人，如果做生意呢，如果主持，如果去電台上班，還個主持，你用辦人去掌握你創作嘅時間咯。像啱拜拜都係家庭劇嘅嗬，你係應該啦。我就生活當中家講生活是靈感嘛嗬，當然家講我像呢條歌曲是生日說了以後那樣寫嘅，我生日時條記讀書嘅時間，我有時間我就會寫。我就係講想愛做嘅事情是愛想辦法，到了時間可能講聽出來，用辦人是希望做得完成啦。係講有可能都會時間，我知道我做得創作可能都會過。不過
係因為應講當當中嘅成分當無限，每本生活當中應講呀酸甜苦辣都有，嗰是當豐富。我是按慢慢嘅先甜，又係講醞釀。希望未來有很多嘅作品同大家分享。冇錯，韓國其實 Rita 係因為講嘅產業台後生樂團啲部都展開時應該創作麼，還係一個累積出很多嘅音樂嘅靈感麼。正式開始母語嘅創作，正式係從家業產業台後生樂團，因為以前我學寫文章，又係講我參加合唱團，我係從咪上嘅嗬。都有接觸過冇強用語言嘅歌曲，不過家業產業台後生樂團，只係因為嚴俊老師佢突然喺度教我哋，真嘅係訓練大家，佢真嘅係喺度恩師啦，有冇人喺度收錢呀？嘛㗎，喺教我哋，喺我排解我們的心靈版本，一個先生，心靈老師，強文大家咁講，係無論係音樂當專業嘅問題，又係講我拄到人生嘅困難挑戰嗬。我是會強調先生係我非常好嘅，先生又係朋友，係，所以按開始嗬，先生我看先生佢堅持啲母語嘅創作，佢咪會講做乜嘅，會按用人，佢對方我咪自家係客家人，我咪對我係客家有負擔，我咪想嚟投入，所以是開始咧，所以係按用人就會開始，咁講喺唐公先生係非常介意。從節奏啊，慢慢就培養大家節奏跟一些音樂上面的知識，都慢慢的去累積。韓國其實應該讓 Rita 從下大嘴鼓聊天嘅時間，每日聊到山口大後生樂團，其實係慢慢的走向一個爵士的風格音樂創作。其實爵士到散歌，你解客家散歌，每日都解強融係冇？係，當然樂團嗬。有當到冇強用嘅風格，唔係是講我都是做爵士添，是講呢幾年用 jazz 嘅風格加入當到嘅元素嗬，喺個來做散歌嘅表現，也講我都創作嘅歌曲嘅表現，是呢幾年我都有兩個計劃，喺個因為大家樂手佢都除了係受古典的訓練。跨界現代，還講傳統的音樂，當然，其實動豆都是很喜歡玩爵士樂，動豆即興音樂的表現，所以我知道咧係動詞人。剛才講到，我都有做埋為頭一隻主題有計劃做 jazz 嘅，因為講，佢嘅動豆音樂嘅特性，然後佢嘅文化背景，係動。應講動搭對啊，很符合的。譬如講，應講 jazz 回到藍調，佢係佢係烏音嘅靈歌，又講佢係烏音嘅歌繞，佢都做成時節，又講心肝都係翻門嘅時節會唱嘅。誒，呢個散歌咪係用做成時節，好又講生活當中是會唱嘅歌。過了我都用嘅音階，所謂五聲音階，韓國啲音樂嘅咧，所謂的樂句啊、小節數啊，呢是係。當到強用嘅素材，喺個唱起來嗰種吟唱的感覺，哇！我咪只有講，真正當下，喺表現起來，散歌有冇強嘅韻味，又不失傳統。真係很容易，因為跳擺是去到南種去唐 Rita 佢都個表演，其實是係冇老愛跳擺上個客家嘅音樂強用，其實非常個精彩。不過還有下到個自信，我老大家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集再嚟講。就連一困一
哇，跳线堂都该甜饼体，一直被洗脑甜饼我讲甜体。饼体忙，太甲阮讲，人家个股票那么个甜饼唔记得咧，系冇？我讲甜饼我本人笑系冇？甜饼体嘛，吼，甜饼体嘛。你要是歌曲其实系滚年提创作出来曲跟词，对原本都是国宁自己去创作的，对不对？该用西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创作这首歌曲？当初这首歌的词和曲其实是同时间出来的。哦，对，就是那完全就是因为在看了一部电影之后，然后心里面有一些感触，所以就突然就有这个灵感，然后就很自然的把它写出来。所以这部电影是哦，就是《王牌冤家》一部王牌冤家蛮经典，金凯瑞演的电影。他是在讲说一个男生想要把他的记忆删除，对对删除我留给前一段感情的记忆，然后给甜饼体，甜饼体我留给把那个记忆，然后给 set。对，那他本来就是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想要把过去的记忆就是拜拜这样子。不过，人伫面对我留给的记忆甜饼体的时间，其实内心会。唔攀的对，我唔攀的。故说其实唔清想我甜饼体嘅事情，其实係唔清甜饼唔體嘅事情。真嘅很容易，所以阿 Q 们俩把 S 翻译变成客语的时候，就把它对翻译成甜饼体嘛。对，甜饼體嘛，因為我知道，按用嘅記憶用到感情地度，其實我前一段感情對我來講嘅真經，有一段時間我總想我留記甜餅體，不過我發現其實。我想我留記刻意甜餅體的時間，就表示講我其實還冇辦法放下。所以其實我下一條歌我也寫得很快，因為剛好有這種情緒，很快就改編留記寫出來客家嘅詞就留記寫出來。其實是從阿 Q 妹講解，其實你經常會體現一個。唔係去相機，唔過只會記住，只會落來。跳擺嗰種歡喜嘅感覺，喺個集中向下嘅感覺，其實是會轉到係麼？唔過其實國寧也給你非常大的一個空間，你也是因為之前在山歌班裡面的時候，也有一些方法讓你調整這次的歌曲的曲調，對不對？應該講，因為翻譯過後有寫客家詞過後，不可能唱原本的旋律。聽說會因為你唱嘅客家話，故說也給旋律會有一點點微微的調整。然後就同國寧說，我寫完客家的歌詞之後，其實那個旋律會有一點點變動，可以嗎？國寧他就懂台風，青菜，他就說你就唱。改。對，然後就過後以後六本一堂，佢就講做得。我們就這樣子，就這樣子很順的是錄出來嘞。對，佢每本愛動到空間，盡力付充感謝過年，非常感謝你，讓我可以圓夢，盡力圓了一個歌手跟發片的夢想。沒錯，真的。香港 Rita 兩百枚係談到阿 Q 妹兩百個唱歌嘅奉獻個從中因為起到動甜美，不過又有一種很悲傷的感覺，對不對？了條歌曲我就淡淡的哀愁啦，不過了是一定會見過嘅。因為我唱機唱嘅時間，媽媽都係你講解。因為記得為了樂器嘅變景，一方面我想當適合阿 Q 妹你的音色，韓國啱搭配起來，了是講簡簡單單我哋講嘅心情，可能特別動同我理下做啲文字架甜餅體嘛，可能叫甜餅體咧。迄個冇甜餅體，咩唔怕，淺淺的佢會慢慢的淡出這樣子。其實冬後糖，人生嘅階段冇強落係冬後冇。糖，有甜餅體嘛？我再英雄一下，好可怕，還沒辦法回答這一題就對了，嚇死！不過我也聽到很好笑，就是國寧其實會拿這首歌出來創作，是因為你覺得是最不像你的一首歌。對，就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更有特色一點的歌曲，更有特色一點的歌曲。對，就是我自己的創作，我會希望它更有特色一點。那所以這首歌聽起來就比較偏向大眾的口味，所以再加上疫情把它改成客語版，所以我就覺得拿這首歌去參加流行原創很適合。剛剛國寧也有提到，很不像他的創作。聽說你明年有一個計劃，就是要發專輯了，對不對？對，預計就是明年初或今年年底了。哇，恭喜！那今天
家都拿出来了，是不是要唱一下你的连同名专辑的歌曲，叫做《沉默而已》。哇，那我们欢迎国宁来为我们演唱一小小段，先大家试听一下。一切将了往终点，不用慌张和难过，一切将了上尽头，不用害怕和难舍，不要再挣扎下去，不过是沉默而已。哎呦，用爱强哦，要歌词你下你这个，所以他就沉默而已。不过，其实是认为国宁不会讲客家话，不然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所以国宁，你刚刚那个风格跟阿 Q 妹那一首《天兵天蟒》风格不一样吗？其实我们听不太出来。没有，他听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你就吃到英国客家话是很好。对，我了解个记忆做在咧比赛系无？嘿，所以阿 Q 妹其实你咪系提日牌，其实跳牌系认为高就日跳线，然后滚宁就记符都合作系无？所以是第一次真的正式的用音乐的方式来合作。因为跳牌就系爱去溜高就一条线嘅节目嘅旁白嘅时节，国宁佢喺溜饮食。对，嗰種時就係透過嘅耳機溝通，對，所以其實感覺出佢係一個懂點情嘅人。不過後來佢去家成立工作室以後，佢就董家可能會丟個訊息給我，就說要不要來唱歌，但一直都沒有唱成。你阿擺前機就重新講咧，真嘅要成功合作到。嘿，唔講唐講，其實滾寧係非常改內向、很內斂的一個人，基本應該老幾一年嘅發全部公開。因為準備啦，很緊張。剛剛看他一直在做準備，所以其實你們在合作的過程當中，會遇到什麼樣溝通上面的問題，或者是阻礙嗎？我們之間最大的問題應該就是練習的時候很常冷場。怎麼樣？怎麼樣下強弱係嗎？懂點情，非常的安靜，對，就像這樣。有沉默而已，明年請大家聽錯愛知識，王桂寧沉默而已。之前都在插一下滾寧嘅粉絲專業當個係冇，所以其實國寧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很害羞、很內斂，很着重在他的音樂上面。冇錯，佢把老幾都嘅情感投入到你嘅音樂地步度。唔過唔單止安樣嘅，韓國 Rita 未叫起你先嘅專輯出來咧。係了，所以講想說請請大家一定要說三腳台後生樂團嘅臉書粉絲專頁冇說，但林玉天 Rita 未做得啦哈。我想呢段時間到明年啊哈，為一連串要安排到發同大家來分享。所以基本上其實談到三個人分享嘅冇可能嘅音樂嘅風景，韓國咪講起在自講起三個得到一年年頭音樂台所嘅佳作，希望明年咪做得啱錯啲兩片，冇事係強下來，另外一主持人來主持一啲強下錯啲改片，加上訪問，基本上希望三個人，希望，咪希望大家嘅收看等下時聽嘅呢個認同性增強下來做認同了。